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有很多机构开始公布6月份的全国的楼市情况。我们前几天介绍的是中指研究院公布的这个二手房数据是不太乐观，除了一线城市还可以之外，其他地方是加速下跌。这个大家恐怕已经知道了，咱们在前面的节目介绍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两个统计机构他们公布的数字，一个是房管局，它公布的39个城市晚签数据。那这个当然了都是参考，大家只能是参考一下。根据房管局39个城市晚签数据，2020年6月份新房成交同比下降10%，它这个是按面积算，不是金额，也不是套数，是面积。这个降幅比5月扩大。这个数字好像比中指研究院百强要差一点了，因为它统计出来面积6月份比去年6月份是下降10%，比5月份这个速度还下降的更快了。20个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6.1%，它这个数字还好一点，它这也是统计的面积，20个城市同比还是涨了6.1%，但是它这个涨幅比5月份的13.1%，整整下降了7个百分点，也就是涨不动了，就这意思，涨幅很慢了。如果把新房跟二手房加一起，那整个的成交还是6月份比去年6月份是下降了3.6%，而5月份新房和二手房加一起比去年5月份是增长5个点，那6月份加到一起它就是下降3个点了，3.6个点。所以说你不管怎么看，这个6月份实际上是根据房管局晚签数据，那是一盆凉水浇下来了，这里面也就只有几个城市的二手房还可以。这个统计口径是成交面积，那么累计不光是6月份的1到6月，新房累计同比是下降8.8%，跌幅比1到5月是扩大0.3个百分点。二手房累计同比涨了1.1%，上半年二手房累计涨了1.1%，增幅比1到5月份还扩大1个百分点。新房、二手房累计加一起，也整个上半年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网签数据成交的加一起，比去年是下降了4.4个百分点，这都是统计面积。所以全国的楼市情况根据房管局晚签数字，大家就有个相对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形势不太乐观，只有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坚挺，但是你也能看到是个快速下降的过程。根据叫普瑞地产，这也是一家房地产的研究机构，它发布的2020年1到6月份百强企业销售排行榜，说的是房地产开发商了，开发商卖的都是新房，对不对？你开发商上半年到底卖了多少房子？那么普瑞地产它统计的1到6月 Top 100房企排名靠前100位的房企销售总额是14949亿元，就是1.5万亿。今年上半年前100名房地产开发商整个的只卖了1.5万亿，比去年同比下降16%，跌幅较1到5月收窄1个百分点。6月单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金额3243亿，环比增长4.6%，同比下降13%。6月份比5月份那还是百强房企卖的房子涨了4.6%，但是跟去年6月份比又下降了13%，跌幅较5月扩大10个百分点。百强房企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跌幅较5月扩大2.1个百分点。成交均价同比下降0.7%，也就是很多房企年度上半年冲刺促销力度加大，所以房价在下跌，成交均价跌了。所以这一组数据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今年上半年房企无论是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金额，上半年都是跟去年比2位数的下降。2位数下降，那你想房企本来就在渡劫，他们就靠卖房子回笼资金来自救，回笼的资金少了2位数，也就房企日子是越来越难。我们得出这么个结论，房地产开发商日子是越来越难。也是现在火的是二手房，而且是200万、300万这种低总价的二手房，那跟开发商没关系。恰恰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中介说，很多人把那个二手房、把那个旧房子卖掉，是为了去买新房子改善，这个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记得马官远说过是吧？说上海很多人把老婆小卖掉，去买一套大房子改善。如果真的这样，二手房火了，稳住，那么去买大房子改善的人也会多了，新房应该多才对啊，成交的结果新房比去年是还加速下滑，这解释不过去啊。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有很多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人把自己的老婆小卖掉，干啥？换那绿票子，提桶跑路。
或者是要不然你解释不了，因为4月、5月居民存款也在下降，居民的长期贷款也在下降，你没法解释啊。所以我觉得他把房子卖掉之后，他钱干啥去了？花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适龄数据也在下降。买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看，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是2位数下降，那干啥去了？所以我就怀疑他换绿票子去了。那恰恰你看5月份、6月份，有关部门对换绿票子的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整顿，要不然你解释不了。一线城市很多手上有老婆小的，房子多的，趁着机会往出卖，能卖得动赶紧卖。所以说很多地方还降价，卖了赶紧拿回钱干什么？所以这就是问题。如果他买新房的新房销量不会2位数下降，如果他买车，那么车市也就稳住了。如果他消费，我们的适龄数据也不会是负增长。北京、上海的适龄数据降得更狠，恰恰这2个城市二手房卖的最多，那你说你怎么解释吧？所以这些数字放在脑子里面去想一想，就知道大概当下是什么一个环境，什么一个行情。我们再看一下财新网今天有一篇报道，它叫甲基写字楼改酒店推动存量消化，深圳空置率阶段性回落。也就是深圳甲基写字楼空置率下降，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多甲基写字楼改成酒店了，所以空置率下降。不是说开公司的人多了，很多公司大厂在扩招，要求更多的办公室、更多的工位，它是把空置的写字楼改成酒店了。我们看看，他说深圳甲基写字楼空置率在过去几年持续高企，面对空置率压力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业主从调整项目用途入手，尝试突围。7月1日，市场机构戴德梁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商办数据，据其监测，最近2年，尤其是2026年以来，深圳越来越多的甲基写字楼改造成酒店对外运营。上半年，位于前海的甲基写字楼风投大厦就引入了连锁品牌朋克酒店，将超过2.3万平方米的物业面积改成酒店。这笔交易创造了2026年以来甲基写字楼新增租赁规模第2高。一名负责深圳写字楼业务的人士举例称，目前前海片区准备开业的酒店超过7家，均由甲基写字楼变更用途而成，大致消化了近10万平方米的存量面积。但是写字楼那不就更加饱和了吗？写字楼那酒店现在本来经营也是压力很大呀，这不就更饱和吗？戴德梁行统计，2020年6月末，前海片区甲基写字楼总存量206.7万平米，10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前海总量的 5%。 上述人士称，改造为酒店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片区内的空置压力。戴德梁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前海片区甲基写字楼空置率较2025年末下跌4个百分点，降至 37%。 写字楼空置率是 37%， 这还下降了，本来是 40%多，你是什么概念？那就一半的写字楼是空着的，那你说那就业形势怎么好得了？就业形势不好，大家收入上不去，楼市怎么稳得住呢？从2019年起，深圳每年基本都有超过 20% 的甲基写字楼处于空置状态，且空置率几乎逐年攀高。根据戴德梁行统计，2026年6月末，整个深圳的甲基写字楼空置率为 29.1%， 较2025年下降 0.3个百分点，但同比仍上升 1.3个百分点。什么意思呢？跟去年6月比，还是空置率还是上升了。总之，这个写字楼的空置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就业市场一个情况，这个和我们牛马韭菜感受到就业难基本上一致。什么时候你在深圳租不到写字楼，那经济又恢复了，大家都有班上，写字楼就坐满了人，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就能找到工作了，他不就好起来了吗？我们再看一个北京日报的报道，这北京日报很有意思啊。北京日报的下面呢叫北京晚报，那这个肯定是正能量满满的。他说，起底唱衰北京楼市黑贼，房产经纪人唱衰楼市赚佣金。看看到底谁在唱衰北京？为什么要唱衰北京呢？这个是北京日报，它是二手住宅网签量达近5年同期最高。7月1日，北京楼市上半年数据出炉，二手房成交向好，但不少市民发现，短视频平台上仍频现 70% 的北京房已成白菜价，比如说房子买了就砸手里等唱衰言论。记者调查发现，活跃在视频背后的黑嘴多数是房产经纪人，
为的是先制造焦虑，再借度推盘。什么意思呢？这7月1日，博主小陈不忽悠北京选房发布视频，称望京的次新房半年没人看，亦庄的改善房降了100万还卖不动，通州的房子问的人都很少，房子容易变成有价无市的摆设，那就是严重看衰呗，看空呗。此类言论并非个案，记者发现近段时间多个博主视频频频发布唱衰楼市的短视频。博主徐老师说房就列举了所谓被市场放弃的板块：海淀、朝阳、垡头、百子湾、丰台的马家铺、草桥、木樨园、大兴新城、门头沟新城、通州马驹桥，千万不要买，买了就砸手里。说实话，他别的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朝阳、垡头、百子湾我还是知道一些的。那百子湾就是网上老说的这个很多小明星住的地方。是通州马驹桥，说实话，马驹桥那地方那玩意儿，他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离通州还有点路，离亦庄也有点路。它属于通州马驹桥镇，通州跟亦庄交界的地方，它又不属于亦庄，离亦庄也有点路。你比如从通州的中心城区开到马驹桥，开车去，那不堵车也得30分钟，恨不得在6环边上，6环挨着了都。那地方我估计房子本身也不好卖。博主老何说北京新房，声称北京有超过70%房子正失去流动性，你想卖房的时候根本卖不掉。博主小涛哥说金房，说的更可怕，这2年的房子积压这么严重，边缘地区一些板块、主城区楼龄老的房子一定要避开，买了根本就不是赔钱的事，可能真成传家宝了。博主们说的悲观，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数据却显示，北京二手房市场正企稳向好。先看6月，北京二手住宅晚签 1.65 万套，同比增长 10%。拉大到上半年，北京二手住房晚签 9.35 万套，同比增长 5.7%， 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实打实的数据就在眼前，博主们为何还要唱衰？记者以购房者身份联系上上述博主，表示考虑在大兴西红门板块买房，希望获得一些建议。那就是他假装买房，他就深入这个虎穴，是吧？跟这些视频博主、跟这些房产中介打交道，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唱空呢？这个记者说：“我预算够，不着急住，肯定买新房。”小陈不忽悠北京选房，就是视频号啊，这个博主啊说，他就不再坚持房子是有价无市的摆设之说，转而推荐西红门东区域的2个新盘，说西红门这种板块要买就买总价范围内最好的房子，二手房周边只要有4代住宅，基本上都被碾压了。而徐老师说房听完记者的想法后，以可分享哪些板块不能碰，哪些能买的资料为由，将记者拉入了某微信群。很快，一份2020年北京5种不能买的房子材料就发送给了记者，其中用不小篇幅强调老破大、老破小、流动性差、维修成本高。随即话锋一转，群里又向记者推荐其优质项目，书里的全是在售新房。记者提出预算500万买西红门后，无独有偶，群内助理也推荐起了西红门东区域的2个新盘。那么这个在老何说北京新房口中，连2014年建成的上面房也成了老破小。同样400-500万肯定不选二手，这些二手房还会跌，现在有价无市。随后老何说北京新房极力推荐其西红门东区域的一个新盘，12月就交房了，旁边高架开通后到商姆只要5分钟，并将记者拉入一个北京买房捡漏群，群内全是新盘广告。记者又以同样的需求在咨询这个小涛哥说金房，对方推荐的还是西红门地区新盘。也就是说，4位博主尽管话术各异，但最终推荐的都是西红门东区域的新房，且项目高度一致。西红门板块二手房成交情况究竟如何？记者从某房产经济平台获悉，2020年1季度该平台西红门商圈二手住宅成交168套，环比增长 42.4%， 同比增长 17.5%。多家房产经纪门店也表示，该区域2季度成交更活跃，
压根儿不是博主们口中有价无市，根本卖不掉。更巧合的是，调查中小陈不忽悠北京选房，老何说北京新房，徐老师说房，3位博主均在私聊中明确告知记者，自己是开公司创业，主要做新房业务，前身均为大型房产经纪公司的资深经纪人。博主小涛哥说金房账号认证直接显示为北京骄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博主的身份之下，4人其实是房产销售从业者，唱衰背后真正意图是先制造焦虑，再向无所适从的看房人推荐新房，促进成交，从而获取佣金。这个确实不应该。有很多人不管是唱多楼市还是唱空楼市，他目的是圈粉去带你去买房。那这个我想大家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咱们这个节目不卖货也不带货，我们只是客观评价，我认为的客观。我不是房产经纪人，我也不知道房地产什么情况，我也不天天带人去看房，我只是看媒体报道。我的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媒体报道，比如中指研究院，比如说刚才说的房管部门的网签数据、科尔瑞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央行数据，各大机构是吧？什么瑞银、高盛，我们只看它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来判断、来评论是吧？来认为还有没有空间，或者是还是往下。我们不靠这个去卖房，但是你只要在网上你看到有人后面最终是以卖房的，那他的观点一定是要打个问号的。只要他最终的目的是卖房，那他肯定是记者说的，他先制造焦虑，让你最后去买这个新房，买那个新房去了。或者有人是专门卖20房的，那他就再制造焦虑，说新房不能买，新房坑更多，买了你就完了，是吧？万一烂尾了，所以还是买20房，所见即所得。所以说他都是为了最终是卖房子。那这个观点，你记得，我们作为韭菜牛马，我们不是专业人士，那对这种观点你记得辨别了，你就得仔细去推敲，多看一些。有人说多，有人说空，那你把两个结合看看谁说的更有道理，自己再去判断。我在想，如果你不让人家说空，你只让人说多，那这个市场一定会失真。韭菜对牛马，对买房的人不负责任，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你只让说空唱空，不让人说多的，那也不对。实际上应该让唱空唱多的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买房的人根据这些意见，你多去看正反两方的意见谁更有理，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自己负责任，这才是正道。如果你把唱空的把它压住，那整个市场都是唱多的，那很多人失去判断，那就闭着眼去买，到时候他失业了，房价跌了，他找你去，哪个部门能赔他钱？当然了，不管你是唱多唱空，你不能编造数据，你不能造谣，你不能瞎编，那不行。你的数据来源，你的这些信息来源你要说清楚，媒体报道。所以我觉得唱空唱多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把一方的声音给灭掉，那才可怕。那你看上海链家不出现了买房的时候，那中介这里面上下其手吗？人家挂的房子是116万，结果中介是以106万把他房子买了，倒手就卖18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那还不是因为20房交易价格不公布吗？不公布，那个业主那就两眼蒙着的，就完全被中介忽悠。你只有这个公开透明，在阳光下，那业主才能判断。你把什么玩意都藏起来，不然说了就捂嘴，那最终会越来越多的人像上海的业主一样被骗。所以我是觉得唱多唱空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捂住一方的嘴。应该让唱多唱空的充分 PK 去辩论，最后让业主自己判断，业主对自己的财产负责。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就比较有意思了，这是财经杂志报道的，杭州豪宅验资门槛高达8000万，说老钱认识杭州豪宅主力。老钱什么意思啊？老钱就是老登，相比较科技新贵，科技新贵是新钱。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在全国楼市还在止跌企稳阶段之时，豪宅似乎率先走出了独立行情。根据地产研究机构科尔瑞数据，2020年前5月，全国共成交了1658套总价3000万元以上的高端住宅，同比增长15%。
而同期普通新房的成交量同比下降15%。哎，这个东西让我感觉什么呢？你看看豪宅多了，前5月，那你新房价格涨，是不是就合理了？新房成交里面豪宅多了吗？你看这是科尔瑞说的，3000万以上的高端豪宅增长了15%，3000万以上的高端豪宅那售价肯定都是20万起，是不是？或者10万起，那这价格它占比还大，那新房价格当然涨了。而同期普通新房成交量下降了15%，那就好比我的收入下降了20%，马云的收入它增长了80%，那你说我们俩加一起收入是增长了。在这一轮增长中，杭州的表现较为亮眼，对应2025年上半年风靡全国的杭州科技六小龙。2026年上半年当地传出豪宅六小龙，开发商分别是滨江集团、中海地产和建发地产，他们带着更豪华的石材用料、更花样百出的设计风格、更繁复的工区会所，并紧贴好房子概念，吸引高净值家庭的眼球。绿城服务集团旗下的绿城桂蓝总经理娄晶晶长期观察豪宅市场，他表示，2020年前后1000万元可以算作豪宅的起步价，而现在这个数字涨到了3000万元。豪宅买家的年龄和身份也都有了细微变化。多位项目负责人告诉财经，他们的客群更加年轻，主力的制造业老钱买家之外，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新贵客户占比有所提高，这也反映出时代变迁、财富分配的变化。说到新贵，说到老钱，这个极目新闻昨天报道说，一天亏4万多，9年来最惨的一天。90后小伙哭诉，真的太疼，这就是新钱难赚。这个极目新闻7月3号他说这是今年我账户最惨的一天，总共吃了2个跌停，另外还有一个跌了12个点，这是我炒股9年来亏的最多的一天。昨天收盘，杭州90后股民，你看又是杭州，小波见到记者时交流到科技行情是不是真的要切换了？昨天不是老登爆脆这个科技新贵吗？我的仓位基本就压注在芯片和光模块、长电科技、兆易创新2个跌停股我都有，还有一只光通信板块，天福通信跌了12个点，3个加起来今天一天就亏损4万多。小波无奈中带着点哭腔，真的太疼。所以这个新贵这赚钱容易，那赔钱更容易，实打实的一天4万多没了。买老登还是科技？机构称中报业绩将逐步成为投资主线，说我早2天就想买保险、银行之类的老登股压惊，科技再跌下去我真是受不了了。小波说，如果不修复的话，他打算清仓几只科技股。这哥们儿挺惨的，多么痛的领悟是吧？在这个小登这儿太刺激了，涨20个点，涨几倍，跌起来也狠，所以这个新贵的钱也不好赚，太刺激。这个科技新贵嘛，割韭菜割出来的钱去买豪宅，所以豪宅成交量同比增长15%。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